普段で日本製品を使いますか？まあ、中国以外で全世界の国家は日本がみんなの好きです。そんな久しぶり皆さん。中国人リンです。まあ、今回の動画はですね、本来は2026年で中国人対日本の本当の思いが何ですかのシリーズの第3弾です。そして現場のインタビューです。そう、本来。どういうことか言うと、まずは状況で説明しよう。実際はですね、この2週間で僕はいつも探すと、僕とインタビューで納豆的の人で探すです。でも、誰を探すと周りの人で、インタビューで、そして話題は中国と日本のこの話題で、納豆できるの人で、そういうことは僕の想像以上に厳しいです。まあ、今のこの時期で日中関係が緊張の時で、僕の周りの人で、こんなデリケートのインタビューを彼ら納得できません。こういうことは僕は理解です。でも、でも、厚かましくも電話しまくり、直接会いに行くという努力の待つ、ついに応じてくれる人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理性的な方もいれば、少し過激な方もいて、何回かに分けてお届けする予定です。この番組、なかなか命がけなので笑い。ぜひ、チャンネル登録で応援していただけると励みになります。第1回のゲストは、僕の18年間の幼馴染です。彼は独身の女性で、そして彼はまだ日本で海外旅行はないです。今回の動画は彼女の視点で新しい見方で皆さんを届けます。この動画が始める前に重要な難点で僕は皆さんを伝えです。重要です。一時、今回のゲストは長い付き合いだからこそ普段は言えないような本音、時には際どいことも話してくれました。もし彼女の発言が不快に感じる方がいれば、彼女を攻撃しないでください。私を攻撃してください。女性は最大限守っていただけると幸いです。20話題の中には中国人にとって少しデリケートな内容も含まれるため、彼女の日常生活を守るために、今回は顔出しなし、声も特殊処理をしています。情景再現の形式で撮影していますので、ご理解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30超えの処理については、実際の会話を私が整理理解した上で AI 音声で再現しています。彼女を最大限守るためのものです。AI 音声は初めての試みなので、もし聞きづらい部分があればご了承ください。始終彼女は純粋な広東人で日本語は話せません。当時の会話の感情や雰囲気をできるだけ再現するために、広東語の原音を保ちつつ、日本語字幕をつける形にしました。広東語ならではの感情表現もできる限り日本語に訳しています。日本語翻訳については、日本語専攻の友人と AI にも確認してもらいました。広東語の感情表現をできる限り正確に伝えられるよう努めています。6時ゲストとの会話時間は約2時間で、編集後もおよそ10分の長さになったため、上元に分けてお届けします。今回は前編です。最後に、次回こそ本当の現場インタビューに挑戦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チャンネル登録者が増えれば、出演してくれる人も増えるかも、なんて笑い。どうか、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始めましょう。我琴日咧咪喺微信上面同你講話，我依家喺油管自己做一個 channel，就面向日本人嘅。咁啊，主要話題咧就係2026年中國人對睇日本嘅內心想法。嗰陣問你話肯唔肯嚟做嘉賓嘅，咁你嘅第一反應係乜嘢？做咩你講嘢突然間咁官方嘅？
啊，錄緊㗎啦咩？錄緊噶啦。你記得俾我睇過先好出街喎。得啦得啦，你唔好緊張啦，搞到我都緊張埋啦。你問我第一反應啊，我肯定覺得你好勇啦。我以為你拍視頻都係喺抖音拍啲抽象視頻呢，點知你話你喺外網遊本做節目，而且仲要做面向日本人嘅節目，你都幾唔怕死喎。怕咩啫？我又唔係講啲咩敏感嘢，而且咧喺抖音拍嘢咧，你知嘅啦，一言難盡啦。明㗎啦，明㗎啦。加上其實我自己咧係比較中意同外國人傾偈多過同國人傾偈嘅，但係雖然我嗰啲語言天賦麻麻吓。你記得消音喎，咁你點解唔做 TikTok 嘅？ TikTok 都係中國人整噶嘛，唔俾你上嘅。而且 TikTok 上面我覺得啲嘢其實都幾浮躁，我講啲嘢又比較悶喎，咁可能佢哋冇咩耐心會聽得完。可能油管上面嘅人睇長視頻嘅會比較多啲咯，即係肯聽我講嘢嘅會比較多啲。咁其實你驚唔驚嘅啫？驚啊，其實呢，你唔提前講話你要拍視頻呢，我都唔係好驚嘅。但係你而家同我講話你要拍嘢，我就有啲驚。咁我唔提前通知你，到時你話我偷拍你，識咁多人拍都冇得做啦。唔至於啊嘛，你自己都講識咗好耐啦。不過呢，唔好意思打斷啊。其實我同佢咧已經識咗大概18年噶啦。我哋初中時候就已經係分埋同一個班，但係因為初二、初三咧就要分多次班嘅，就後面就冇聯繫啦。但係到高中我哋考埋同一個高中，咁就分埋同一個班，而且咧畢業之後咧，佢同我去埋同一個公司。雖然咧係我入去做咗幾年嘅，我係拍唔撈啦，佢先入嚟嘅。誒，同我講間公司你人工低，老細又話，你都唔衰啦，咁打份工係咁噶啦。哇乜你喺鏡頭前都咁正經咗嘅。不過咧，唔好講埋晒啲婆媽嘢啦，啲觀眾唔係好想聽你講埋晒啲後生時候嘅無聊嘢。咁好啦，咁我想問你啦，其實你驚乜嘢啫？其實我又唔係驚講錯咩嘅，就係可能講嘢有啲就住，因為你知嘅啦，我哋講嘢方式比較奔放啊嘛，同啲日本人可能有啲區別。再加上我其實未去日本嘅，唔知道我哋講嘢嘅方式佢哋可唔可以接受？咁我會翻譯嘅。或者與其講係驚咧，其實更加都係擔心咯，因為依家新聞咪成日話日本國內好似對中國意見好大，雖然我都唔知意見大係指乜嘢吓，但係我都怕播出街俾人鬧啦。唉，平時打工都俾人鬧慣噶啦，都唔爭在喺網上俾人鬧埋一餐啫。你又真係幾唔要面噶喎，咁你得我得咯。放心啦，真係鬧我啫，又唔係鬧你。咁不如我問翻你啦，你做咩無啦啦想做呢啲節目嘅？好問題，呢個後邊再講。你話你冇去過日本，咁其實你屋企平時有冇用開啲日本嘢噶？即係譬如話日本產品咁樣。AV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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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正經 channel 嚟噶，仲有你女仔嚟嘅，你睇嗰啲嘢咩？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只不過睇你緊張個樣真係好鬼搞笑喎。而且你唔好以為咧，女仔人家就唔睇啦，勾俾你唉，頂你個肺嘅啫。日本嘢啊。俾我諗諗啦。哦，其實喺十幾廿年前咧，好似我屋企好多電器都係用日本噶。哦，我記起啦，我屋企嗰個熱水壺係東芝嘅，好似話我老豆啲，好似我老豆話啲日本嘢的而且確係耐用係啊啲係啊，嘅。其實我屋企以前都幾多日本嘢噶，不過後邊好似出咗好多國產牌子之後咧，都轉用國產啊。依家啲人都用國產嘅咧，用日本嘅反而係好小眾啊。十幾廿年前反而係日本嘅會多啲，國產嘅就係小眾啲咯。其實都唔係話國產啲質量好好嘅，
只不過係啲國產平，但係確實係唔係好襟用，呢個係真嘅。但係正在夠平啊嘛。其實講真，之前日本啲嘢係好用，不過真係有啲貴。好就好在買翻嚟之後可以用好耐。但係依家啲家電個個都話咩AI 智能啊、聲音喚醒啊，雖然就冇乜必要啦，不過就依家其實國內啲消費者就係食呢套嘅。你就好啦，咁好。我都係講事實啫。不過其實又話分轉頭啊，依家啲國產咧，好似真係越嚟越唔平噶啦，講真啊。咁冇辦法啦，日本呢條可能要6000蚊一部嘅國產，我1、2千都有啦，夠買你3部啦。如果你淨係講錢呢，都好難唔心喐嘅。咁又係。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後生嗰陣咧，其實好鬼中意落香港買啲水貨手機嘅。索愛啊嘛，索尼愛立信啊，仲有諾基亞。係啊係啊，嗰啲 Sony Ericsson 啊嘛，可能啲日本朋友係知道噶，就係你索尼啊，唉真係寫條嘢喺度攻擊我。以前讀書冇錢買啊，都係爹哋媽咪俾嘅。之前一部索尼愛立信都賣到4、5千人仔嘅。係啊，而且雖然之前冇錢咋，但係感覺好似即係4、5千蚊都願意使嘅，因為嗰時經濟好啊嘛。要飲你講埋晒啲敏感嘢，有冇靠害啊你？對唔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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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有嘅話，應該係車咯。我爹哋之前開本田嘅，家下都換咗國產電車啦。哦，如果你要講車嘅話咧，其實講真吓，日本嘅車咧喺中國市場都算生存得比較耐噶啦。不過依家該撤出嘅都撤出啦，咩30啊、06啊、50啊，而且我感覺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而且我感覺咧，好似本田同豐田都比較難搞噶啦，即係以後越嚟越難搞。不過我覺得都係正常嘅，其實日本車咧喺中國都已經做咗好多年生意噶啦。其實某種程度嚟講，佢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使命。嘿，冇咩係可以一世都唔變嘅。當年個個都想買德國豪華牌子啦，咩奔馳、寶馬、奧迪呢啲車，依家國內都好少人買啦，多人買都唔使講價啦。不過其實你咪話喎，日本車對比啲德國車咧，絕對係襟開好多嘅，而且又好慳油。但係點講咧？因為隨住啲電車啊越嚟越普及咧，幾慳油嘅油車佢都開始少人買咗噶啦。就好似有句話咁啦，就係其實柯達咧，佢到執笠嗰一刻啊，做嘅嗰啲膠卷啊，都係質量最好嘅，即係全世界最好嘅。只係大家都已經開始用數碼相機啦，唔再用膠卷相機。呢度我想提一個問題問你個頻道嘅觀眾啊，得唔得啊？請講。即係咧，啲日本嘅家電汽車都咁襟用，可能一個家庭買完一個滾品，好多年都唔使買新噶啦。我之前睇一個日本電影，入邊個男主角咧幾靚仔，佢話佢嗰部車咧開咗15年，咁如果15年都唔換一部車，呢啲家電同埋汽車嘅日本企業想持續去搵錢，到底係點樣維持噶？咁呢個就要留翻俾睇呢個視頻嘅觀眾去解答啦。其實你都知啦，今年無論係國內定係日本咧，好似雙方嘅新聞同埋網絡環境咧，對彼此嘅報道咧同埋評價，其實都係比較負面嘅。會唔會影響你私底下用啲日本產品時候嘅心情咧？冇咁誇張啊嘛，咁你冇理由因為報道比較負面就將屋企啲日本嘢抌晒噶，你將部日本車賣咗佢啊嘛，要錢我。
而且我覺得將立場同埋買唔買聯繫埋一齊，本身唔係就係一件好奇怪嘅事。確實。不過其實講真啦，之前都試過嘅，中國12年嗰陣啊嘛，我嗰時屋企個風電都差啲俾人抌噶。嗰陣咧，如果你話唔跟埋啲人一齊去叫做反對啦，啲人就話你唔愛國嘅。呢段出唔出到街㗎？我冇講過嘢喎，我求生欲啊。咁我屋企當時環境真係咁啊嘛。如果大家係感興趣嘅，你可以搜索下12年中國、日本。我喺呢度就唔講咁多啦。當時真係好無厘頭嘅，雖然我同你嗰陣先10零歲，但係聽人哋講當年都真係幾得人驚㗎。點講咧？我覺得發生呢啲嘢咧，最陰公都係我哋啲平民老百姓。嗰陣時啊，你去超市買個嘢啊，啲店員啊，或定係話嗰啲嚟淨係想嚟購物嘅顧客都好啊，都會俾人喺度搞破壞，真嘅。而且最搞笑嘅係啲店員都係我哋自己中國人嚟，佢就走過去喺度鬧人哋係日本人，你話咪黐線嘅，真係好搞笑嘅啫，唔想講嘢。如果當時啲搞破壞嘅人啊，真係有膽死嘅，咪就要去東京去鬧當時啲日本政府咯，搞啲嚟中國做生意日本企業做咩先得㗎？而且我覺得最不可以理解嘅係，其實好多喺中國做生意日本企業嗰啲工作人員啊，都係中國人嚟嘅，你去搞自己人嘅意義到底係乜嘢咧？定係話其實你淨係想借題發揮出下氣咧？係啊係啊，而且我覺得一個成熟嘅人咧，佢應該知道自己嗰把尺係要去到邊度嘅，而唔係話人哋講咩我就聽咩，俾人當槍使都唔知道啦。千祈唔好幫人數錢咧，仲要好似多謝人哋咁，真。我覺得呢句話咧，係適用於所有國家嘅，我唔係針對某。講個題外話啦，其實喺國內啊，最遵守勞動法嘅就係啲外國企業，將啲外國企業搞走晒。我唔識評價咯。你好似越講越興奮咁啊！你係咩？咁你話會幫我剪噶嘛？好啦，最激動人生嘅環節到啦。仲有噶？最後啦。我節選幾個評論區點讚數，或者係我覺得比較激進嘅評論俾你睇下，你嚟評價下。你原來真係有人睇你嘅 channel 噶？整你個肺！講笑啫，嚟啦。嗱，第一個就係呢個。我睇唔明日文噶，你翻譯啦。呢個嘅意思咧，就係話我視頻入邊食飯嘅樣，引起咗佢嘅不適，然後上升到全中國人都係呢個食相。喂，呢位唔知道係姐姐定係哥哥？你話呢條友食飯樣衰，我冇所謂啊。但係你話全中國人食飯都咁樣衰，真係有啲過分喎。我講真啫，食個飯都可以上升到話全中國人，簡直我都唔知噏乜啊！呢啲人嘅素質啊，絕對係日本人入邊墊底嗰種啊！乜你仲激動過我噶？其實我都冇乜所謂啦。不過其實講樣嘢吓，即係我覺得日本啲日本人啊，日本朋友啦吓，即係佢哋對於某個人食飯嘅樣嘅評價係比較苛刻嘅。就算之前木村拓哉幫吉野家代言個牛冬啊，即係牛肉飯，都俾人鬧到七彩咁啊！我主要係覺得唔好以點放大，呢啲人太極端啦。呢個係喂，呢個好長喎。呢個嘅大概意思咧就係話，全世界除咗我哋中國，所有國家都覺得日本係最好最安全嘅國家，中國人就係無知無恥，中國人用唔到谷歌，同中國人解釋係冇用嘅。你自己讀出嚟嘅時候，你想唔想笑啊？
你個肺嘅啫。我只能夠講呢位唔知係哥哥定係姐姐咧，帶住啲好強烈嘅主觀色彩去睇呢個世界。講句唔好聽咧，唔會有一個所有國家都覺得日本係最好嘅國家嘅世界存在啦。呢啲事情套到任何國家都係如此，亦都唔會有所有國家都覺得美國係最好嘅國家嘅世界存在噶。所以我覺得呢啲凡係非黑即白嘅評論咧，其實都係主觀極端啊。咁啊，至於佢話中國人用唔到谷歌咧，我又真係好鬼想笑嘅。呢條傻佬人咪一直喺度拍油管，辦法總比困難多嘅，唔好以為你了解嘅就係真相咯。另外，我其實諗咗一諗，我覺得呢個人嗰啲發言有啲似，我哋咯，即係我哋部分人啊，都覺得自己好似好犀利咁。哦，你呢個觀點又確實啊。其實我哋都係呢個世界微不足道嘅一粒沙嚟嘅啫，唔好將自己諗到咁重要啊。至於你話中國人無知無恥，雖然我唔知你係咪經歷咗啲咩比較挫折嘅經歷，係嚟自於中國人，或者係你只係睇新聞覺得中國人唔好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咧。佢本身可能就唔係一個想了解人哋嘅人，從佢嘅言論風格就睇得出嚟啊。日本人が明石総理を、アメリカ人がトランプ大統領を。おい、黙れ。